再来看，今仔有家长出面指控讲，彰化市一间私立的幼儿园，一个细层的教保员亲像虐待囡仔，至少造成4个囡仔受伤。也毋过，教育处的调查报告是以无监视器翕到无直接的证据做理由来结案，互家长无法度接受，嘛要求市政府要扩大调查。查某囡仔私密的所在种起来，验伤发现有着伤。另外一个查甫囡仔是尻川口扭皮，因为会痛，校公无爱惜身躯。两个囡仔家长4月初7出来指控，家己的囡仔读彰化一间私立的幼儿园，去年11月就讲尻川会痛，情绪真无稳定。去病院看，发现代志无单纯，怀疑是一个姓曾的女教保员来锁定。不过教育处调查，今年3月报告说讲无监视器画面作证，就安尼来结案。家长批评讲伤过老扯。感觉就是一小块肉被指甲抠掉的感觉。因婚医生说，这会不会是骑滑步车造成的？那医生说，因为他还有穿尿布，所以不太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伤口。他会晚上会一直做噩梦，一直尖叫。甚至会一直叫着那个施暴者的名字，一直说不要不要。家长报案，家己调查发现，还有另外2个囡仔嘛同款有着伤。彰化县教育处表示，去年底接到横索校安通报，就聘委员成立调查小组，调监视器甲园方的人员访谈。不过因为无直接的证据证明囡仔的伤势是女教保员造成，就安尼结案。不过认定园方的教保员无积极沟通，无做训练，才违规的行为，依照违反教保服务人员条例来处罚。他们的之前训练，还有幼儿照护的一些流程，那还有就是可能针对那个2名大班老师的有效沟通上的部分，我们是有还有相关的疏失的部分，我们有除了县府有裁罚6万元以外，我们也函文督导该园历经改善。园方到这个进前无对外回应，管府强调讲，姓曾的教保员伫今年1月初4已经离职，说落来会无定期去稽查。家长讲，毋是单一的个案，查证若有影会当处罚。也家长是要求管府重新扩大调查，希望莫阁有囡仔来受害。公视新闻综合报道。